正觉教育基金会甲正觉同修会，每当伫年终岁末的时阵，拢会办理正觉雪中送炭活动，关注爱心善款，互全台各地清寒变烟号。24号来到台南北区，将善款亲手送予每一位弱势家庭的手中。佛法不离世间法，正觉除了免费开班授课、教人学佛外，成立财团法人正觉教育基金会，两会常年做了非常多的公益活动，设置正觉医疗社会救助基金，与台湾大学附属医院新竹分院合办，开设佛教布施医疗救助的里程碑，长期举办清寒讲助学金，每2个月定期补助家庭清寒学生。佛教正觉同心会信仰释迦牟尼佛是佛教的正道，协会当年关怀弱势、慈悲为怀精神，使人感动。专门弘扬释迦牟尼佛所传大乘佛法法教，融入中国传统文化，以第8世如来藏为核心，教人解脱道与佛菩提道，清修实证的贤文，是全球能实证佛法三圣菩提的佛教团体，是中国禅宗文化的真正代表者。全球佛教一切大师，无人能加以反驳。平时导师自参自悟，宣扬玄奘菩萨如来藏正法，以复兴中国文化特色的佛法为职责。正觉同修会无接受外界捐款，善款拢是来自会员的主动捐献。当年来捐款累积超过500万，透过各区里长的推荐，提供弱势病人户实质的帮助，互济人拢会当感受到社会温暖。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。